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下礼拜继续是贵乡的专题。后3年贵家乡去港中，也很多年来贵从10万实现咯，甚至顶上看得到贵故乡的后生农民年薪百万的报道，更震惊俺娘们。75年次的王家们，生活研究所毕业毕，现在唔想喺明日路屯化学药之强下，一路归到家乡花莲吉安港中。伊想讲台湾的汉药材价格系进口的，不时还会传出农药残留，也算重金属超过标准的问题。故所一路家庭中尤其嘅单身当归也都保强作物，就去私信买家下，还顶上会有人满意，系咪路一种年薪百万的农民？不过其实种多件第5年呢，唔钱赚到钱。那一个能摆去做股票买卖嘅收入样。以前呢，每张嘢有1亿元国家的钱会过耶稣，不过赚的奖了位也奖，多米也冇晓多钱。结婚过后，伊睇书房前面一块地，种有机插量，从头做起始，到今已经是1000多万元，唔钱费数。对于人来讲，港中唔系乜嘅浪漫的事情，数字大一片，如果头那个。不过，伊呢如讲也系自家嘅选择，咪系自家中意嘅工作，会一直做下去，还会越做越好。连路行的水，小嘅风头儿一起讲得，两一下就总算天时脚背，管家落个条件是度染毒。小湖中嘅风头哥上到落落，原来先前只见容银股砸够200。它在第1班花、第2班花哈，它没有办法跟第3班、第4班花一起开、一起落叶哈，所以第1班花、第2班花是要请社区老人，他们用手工采红豆荚，然后之后再用那个采收机采最后的采收。就给风头哥唔先落入字，用机自然修、自然造。头夹就会看起来都冇穷色。这样一夹里面大概会有几颗？最多可以到10个，有10个。安用嘅环境唔是讲小朋友放射地下来来去去未当安心。赶快采，赶快拔，红豆。哦，有采到吗？面头前两个讲主意，东南想想基本但是系啲真健康是头路嘅嘢。专为家妈妈老家朋友都知道，两红头路前运创业是踩动抬动的一样。所以小湖中就表态嚟做嚟10年嘅故事头路，开始第8年做插标，希望消费者都是嚟到推翻才提升整改入基优势。那我是从2007年开始就预见了这个粮食危机这个问题啊，哈，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开始计划性的想要从事这个有机大豆跟杂粮这个产业，哈，因为这个是我们台湾目前最缺乏的。稳定性太不高，对，是，所以就希望他做另外一种行业啊，可是没有想到他会从事农业，而且是有机农业。透过操盘，大张业出营业，国家数嘅签约就贵2元，青岛东入前途嘅产业，看准目标来投资。小胡总讲，未来就基本土插雕，东入好发展，是系第一摆投资，唔系高手天天，系自家落实去做。投资业仲嚟5分提嘅幫頭嘅不頭嘅2刀都當選股，提名業就仲嚟4角度，2下子嘅增加到12角度。我希望我们的丰田社区能够富裕这些杂粮，然后也让我们丰田社区的老人他们有工作有薪水。仲嚟按到就記插掉，唔但搶得紅多嘅地就嚟掉熱量，就係呢個後嘅處理很難好顧，立立插插嘅東西，唔知嘅條個下下都會面來淘汰。等下有棒頭嘅醋，也有托頭嘅。我請單桶冇？冇好桶呢。用半個。因為這條冇食肉嘅，下多有空嘅。这有机的它不能喷农药，所以比较费工，嘿，比较有那个
虫害啦，嘿。秋冬寒冬期，但强寒热是非容出卡台本千个是半下架，冬热天该是会寒拿多。因为那现在是比较小月一点，这大概18万了。然后如果大月的话，就是除草，那就20万起跳。中插了係中東法就核算嚟科，是講中安法，頭政府落去嘅本錢出動定義為例。啲故事做嚟10年，是傳到台灣北車，了話了到後是冇事，根本冇兩到錢，兩下是就得用不過老天體、老農費來賺錢。有機大豆跟雜糧的資本的門檻非常高，都3000萬起跳。對，因為我目前貸款已經貸到快1900，還不夠。重複上批農機器兩掉，但紅多為錢，去年是明年就買了兩台農用機器。發動，前進的時候就是要打檔，然後打檔，然後就是這個在搬前面就可以動了。哦，對，這樣子。所以它還是有冷氣的。它有冷氣。我們的夏天是很熱的。它印影機可以不是只有掛那個回轉，你可以掛播種機，可以掛那個施肥的等等的多功能，所以它每個設定都不一樣。而張嘅題目係做入時是環院長大係個，做農田5年嚟，把係債限見率見到，不過小戶中認為兩項投資從有嚟看，還係懂得嘅。這個是趨勢啊，趨勢對的時候，當然短線難免會有波動啊。在短線中一定會有起起伏伏，不可能就是一帆風順。雖然當條件來建築，不過希望消費者是來空間，設計老人家就是好做，並希望豐田先轉透過分擔出入嘅測量產業。結果條那都寫下去的，是做的技術病，係那長期強弱案件建議，其實忙到。單生，單有紅的意思，又叫做紅參。可是它跟人參的紅參又不一樣，單生不補氣，它是鼠尾草科的植物。出地鬼，種類就90萬張葉長就好樹嘅單生，總算就好貴嘞。它上面的葉子都很茂密，可是有的挖起來就小小的，有的很大顆，甚至有的就不見了。種類貴嘢還冇填錯就好樹，手指動保，但跳都冇打鬆鐵。你看，像我剛大力一點，這邊就斷掉了，其實斷在土裡，我現在還找得到，因為我是用人工挖的，我大概知道位置，我就可以把它挖起來。講緊咩？政府研究所專業，同學單單都做老政府科技主管嘅條路，其實前車轉移加強就更重要。當兵之後，他跟我講說，他要務農。我說真的你要務農啊，因為他不曾務過農然後鋤頭也不曾拿過然後他說他要務農，那我們也感覺到很壓抑啊。我很喜歡做研究，可是因為要一直泡化學藥劑，我其實不是那麼的喜歡。可是後來想想，我覺得務農或者養蜂或者養殖漁業，也都是生物相關。除了技術，排係為做更容易係最簡單出落嘅理解。風革命係用上，三個繞為做嘅係中國茶產地，佢冇任何相關嘅農業背景老經驗，所以還冇退伍，基礎到10萬嘅農鬼廠，為簽哪種東西適合第7屆嘅用途。那有聊到說，其實中藥材都仰賴進口居多，那其實我們拿到東西的時候都只看到成品，我們並不曉得它的製作過程或它原本長的樣子。單生跟當歸，花蓮農改場引進之後，蠻適合花蓮當地的栽種。簽嚟香港10公年嘅地，佢始終有機保險作為，本單寫出單生勞動貴，幫每幾老從政府下出入嘅拍好鏈子，係做強幫民拿嚟做，按用種嘅東西做家嚟夾好。以前小時候阿台就常常都一壺茶在旁邊，都是百合靈芝青草茶。然後後來阿台要過往之前有說，這個百合靈芝很好用希望我們留種，所以我們都一直家裡有在種。味道有出來。
对啊，郁金香科的植物的香气都蛮强的。那它们有很多种类，我们种的这种是我们讲秋郁金、红姜黄，它会把侧根都去掉，因为我们会做姜黄粉的话，侧根的纤维太高了，容易咬在上面打不碎，而且干燥程度会不容易一样。群众类用光染度好，落落个还就这样改掉出色的法。我通常是这样子，这样把它弄起来之后，这个头我会挖起来，然后带回去晒干。可是今年我这里割完之后，我就先放着，我就没有理它，就自己在长。对。紫水法热天秋天开发嘅时节，慢染度系掉出色动香热，不过俩生系种类群将嘅，伫欧美国家佢系种类空圈嘅植物。它蛮适合我们这边在台湾当地在栽种。那其实它是欧洲跟美国比较常用的菊花。那紫锥花它有点特别，是因为它在国外通常拿来当做天然的抗病毒啊、抗细菌的一个植物。按到中部建筑物各种各界时，都冇简单小种类，3地会买到哪去？因为我想种田这件事情是算一股脑，我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当然会做一些事前规划，可是我的规划可能是比较倾向于要怎么去种这个东西，而不是一下子就想到说要怎么卖的这个问题。因为原本想说最差自己拿去市场卖，原本是这样想，那最后也这么做了。不过未望人买，话梅还自家就去韩国行推销。可能他们一开始会听我说，因为我们可能在农改场那边有研究数据，会提供给他看说，可能像丹参啊，它的有效成分，丹参酮跟丹参酚酸是进口的多少倍。大多数的中药行知道说我们在种植有机的中药材，都非常信任也支持。但是其实可能考虑到价格的问题，所以说其实都是无疾而终这样子。运用嘅新路，房价们自家创业，前期嘅资金实皮都付落去的，35转来，先前走边，兼做研究处理协到嘅钱，拿出来用都含啦，可不将为老人家钱。后来有跟家里做无息贷款，跟爸爸妈妈借，那有先借一些来用，然后事后也有做一些跟其他银行啊或者是农会做借贷的部分。也是多马上人工钱，回到房价咩，就不行人都落去睇书，阿爸老太听住，阿妹负责包装，让蛋糕等你下界更容易跳跳，系阿妹物界。考虑到消费者运用我下啲片来食来做，帮每主老婆建造物就算查包，大礼拜还自家协助佢更容易学习买，你一张甜甜嘅做做其实。你好，参考一下，需要试喝看看吗？这是姜黄，有使用过姜黄吗？参考一下，我带一杯姜黄茶给你喝喝看。茶包统一一袋都有10包，那每一包可以冲泡300到500 CC， 做一个来回冲泡这样子。你这个当归是什么？就是中药材的当归，对我自己种的。有客人才考虑到说，我是上班族，我没有时间烹饪，所以说我才是不是你们有干燥的东西，或者说茶包，让我比较方便。因为我们最了解我们自己的作物，那我们可以去跟他说明跟介绍我们的情形，这样子一来一往的情形下，我们可以把信任慢慢的建立起来，而不是说我自己说了算，或者是1张证书、2张证书，证书有，那说明也会说。幸福这些建立，收入一滴累积。这世界系大礼拜法连推背2片碰上碰下，不过按样差钱现大概钱，一张眼就嘎出一条万物出来。其实那个金额负担对我们来讲是还蛮沉重的。对于说刚开始的行销推广，我们没有建立自己的那个客群之外，那个的时候啦，我们其实有时候也是为了行销推广，也都是要付出一些成本这样子。做到天年咧，前10年都冇存錢，門房價咩維修維減冇，佢講當依個石頭特跌，冇限好期上安到，是的，錯解事情做出錯嚟。还是要先确定说这件事情是你要一直做下去的一件事，而不是做3年就放弃了，因为3年5年可能都还不会赚到钱。可是至少我们在行销跟贩售的状况还有栽种状况，那个生长曲线是慢慢往上。
虽然还没有平衡，那我觉得都还可以努力。再加上，我觉得在对的方向。好前前呢，想做自己做，冇想到會拄到眼到難題條嘅東西。網家們小魚肉兩三盤蛋都唔係好濃緊意，乜計出苗的，紅紅嘅自家險呀險吃。實體眼到錢，都見到網住傳導，乜計專家向強嘅農民研習辦法嘅新聞，對佢哋嚟講是係頂正嘅想象。唔過題目先係天嘅，如果用咗辦法，總係睇向嚟自家為行嘅方向。